多士冷笑話第一集。吓，唔係啊嘛，夾麵包咁都得嘅，飛起咗喎。歡迎收睇多士冷笑話第一集。今日係由我阿謙同埋佢賢妹嚟做主持嘅。準備好未啊？嚟咯喎！牛扒煮得好嘅時候係啡色，咁煮燶咗嘅時候係咩色㗎？非黑色。錯啊！你就知唔知呢？俾啲時間你諗下，3、2、1，係可惜啊！大家又估唔估到呢？估唔到！大家真係好叻！睇完第一集，我哋一齊嚟休息下。大家準備好未啊？我哋要開始啦！哇！啲車飛起晒嘅喂，佢完全擺住咗地心吸力啊！大家係咪覺得好勁呢？但係其實仲有噶！哇！緊急模式啊！快啲走啊！救命啊！邊個可以救到我啊？棘住咗啊！喂，咩事啊？喂！咁就完啦，多謝大家收睇，請期待第二集。嗱，條片就睇完啦，第二集要開始啦噃。多士冷笑話。哇，11K 用 MMC 喎，咁特別嘅。大家準備好未啊？嚟咯喎！有一日，爹哋請咗啲嘢食俾媽咪，媽咪就話：哇，咁似狗餅嘅。跟住爹哋就話：媽，你食過狗餅咩？好啦，第二條，小明個樣生得好似風箏，日日返學呢就俾人笑，跟住佢好唔開心，跑去操場跑下跑下，佢飛起咗。好啦，問多呢條 IQ 題，邊一家人嘅路好窄㗎？俾啲時間你諗下。係冤家，因為冤家路窄。今集嘅多士冷笑話就完啦，多謝收睇。